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要推动中和公馆线，做到台北市光复南路，也改名做中和光复线。安算伫咧台北捷运的国父纪念馆站搬车，伫10月底提报予交通部核定。那最有列入去整体路网优先兴建路线，会进行可行性研究。伫新北捷运环状线的秀朗桥站，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安算推动中和公馆线的起点，营养大巨蛋就要启用。中和公馆线会阁延伸到台北市光复南路，安算伫板南线国父纪念馆转车，路线嘛改名，改做中和光复线。我们跟台北捷运局有达成共识，可以在板南线国父纪念馆站转乘。那路廊名称就配合改为中和光复线。那路线全长8公里，可以跟新店线、文湖线、信义线以及板南线转乘。中和光复线为秀朗桥站出发，安算经过公馆、六张犁，到台北市光复南路，伫国父纪念馆转车，有8公里长。新北市府讲，甲这条路线纳入优先路网规划案，已经提报去交通部，若得到同意，才会当启动可行性评估，规划路线甲设车站的地点。从这边转到国父纪念馆的只有公车而已，对，所以等于说增加一条路线会有多一个选择。转车就比较麻烦了，如果直达就是当然是比较方便的。看整体的这个需求，不是说你路线搭出来，当然一定有人做。那我们值不值得？我们合不合适帮他开几百亿这条路线来满足一些人的需求？中和光复线都是用过台北市捷运局捌规划过的南北线，路线有小可调整，不过大部分拢类似。过去南北线因为土地无够，嘛无宽屏经费就冻点。不过因为沿线路廊无啥土地，起的成本就有可能会比利顺悬真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